歡迎收睇由香港5個電子傳媒合辦嘅施政論壇2013。你好，我係鳳凰衛視嘅羅振邦。首先呢，好多謝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我哋今晚嘅施政論壇嘅。亦都介紹一下我哋今晚其他嘅傳媒代表先。首先係有線電視嘅林妙恩、亞洲電視嘅伍秀華、Now 寬頻電視嘅吳志庚，同埋無線電視嘅何文文。多謝晒咁多位。特首嗱，先同你傾傾先啦。朝早就馬不停蹄已經係去到將呢個我哋嘅首份你提到嘅首份施政報告就係發表咗啦。下晝回應記者問題，到今晚就出席我哋論壇啦。嗱，你呢段時間你有啲咩説話想同喺電視機前嘅家庭觀眾講下呢？好，多謝羅振邦先生，各位香港市民，呢份係一份承先啟後嘅施政報告。承先呢，因為喺呢份施政報告之前嗰6個月，亦都即係我哋新一屆政府上任之後嗰6個月，我哋冇等施政報告，我哋應民所需、急民所急，已經推出咗一系列嘅眾多嘅政策同埋措施。我講啲大嘅，譬如話每年嘅開支達到64億，可以惠及40萬有需要長者嘅長者生活津貼，我哋已經推咗出嚟喺立法會係被通過咗。譬如話2蚊搭車我哋惠及老人家嘅，呢個我哋推出咗。房屋方面都有唔少，我哋有港人港地，我哋有買家印花稅，有特別印花稅，白表申請居屋免補地價，仲有係綠油雅苑等等啊咁呢啲措施我哋推出好多，呢個係承先。啟後嘅意思就係話呢份施政報告出咗嚟之後仲有2樣嘢我哋要好快要做嘅。一個就係財政司司長會喺幾個禮拜後宣讀佢嘅新一屆政府第一份嘅財政預算案。有一啲措施我哋會喺嗰個財政預算案嗰度係請財政司司長向大家係宣佈嘅。第二樣嘢就係我哋成立咗一系列嘅都相當重要嘅關乎經濟發展、關乎民生嘅一啲委員會。譬如話我哋有經濟發展委員會，我哋有金融發展局。喺民生方面我哋有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我哋都有係扶貧委員會。扶貧委員會係已經決定係訂立呢個貧窮線。呢個喺香港嚟講係一個重大嘅一個舉措嚟嘅。有咗貧窮線之後我哋有一系列嘅扶貧嘅工作我哋會推動做。所以呢份施政報告確係一份承先啟後嘅施政報告。喺度或者我都用少少時間去再講一下，具體咁講一下公屋、居屋、私人樓同埋嗰個整體嘅未來幾年嘅供應情況，因為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香港嘅住屋問題嘅。喺公屋方面施政報告清楚承諾喺未來5年75000個單位係可以落成。期間喺呢5年裏邊我哋仲會爭取有短期新增土地，譬如話呢啲政府用地，我哋俗稱嘅 GIC 可以轉劃，又或者係放寬呢個發展限制所釋放出嚟嘅土地，可以進一步提高呢啲建屋目標。即係話75000當我哋有具體嘅數字之後我會再向大家報告呢個75000嘅目標我哋仲可以喺嚟緊5年裏邊係提高啲。無論如何我亦都定出目標，啟動規劃，使得2018年後嗰個公屋嘅建屋量係提升至少2萬個一年即係話5年係至少10萬個。呢個係出租公屋方面。喺可以出售嘅資助房屋，即係話居屋，又或者係類似綠油雅苑呢類嘅出售單位未來5年亦都係大超過過去嘅數嘅。過去5年居屋個數係0。居屋嘅目標喺未來4年係17000個。剛剛起動嘅綠油雅苑將會繼續喺其他地區興建。我哋初步已經選定咗一幅喺沙田嘅土地交俾房協，可以提供700個類似綠油雅苑嘅單位。政府會繼續去揾地，俾房協同埋呢個房委會係繼續興建呢個出售資助房屋之用。我哋有咗具體數字我哋又第一時間向大家報告。私人房屋樓價高企，正本清源我哋要從供應着手，要增加供應。我想説明政府增加房屋供應嗰個決心同埋效率。喺我哋新一屆政府上任之後嗰6個月我已經責成有關部門盡快批出接近係8000個樓花單位。呢8000個樓花單位已經喺
地產商手上，隨時呢佢哋都可以攞出嚟賣。我哋亦都正在加快處理12000個新嘅樓花審批，並且呢係會盡快批出。上面所講嘅兩個數呢，一共呢有2萬個可售樓花，相比過去一年嘅平均9000個供應呢，係淨係半年呢已經超出過去平均一年嘅1倍㗎啦。所以長遠嚟講呢，我哋會及早籌劃，唔放棄每一個造地建屋嘅機會。我喺施政報告嘅第73同埋74段説明呢，我哋會爭取落實第73段嘅10項措施，全方位咁造地。我哋喺未來幾年當中嘅7項呢，就可以至少增闢嘅土地呢，係可以興建128,700個單位，128,700個單位。10項措施裏邊嘅7項已經可以興建呢個數。呢個數字呢，仲未計有一啲土地上呢增加地積比例嘅可以加建嘅單位數字。呢10幾萬個單位同埋新增嘅土地呢，係部分可以喺目前已經喺個施政報告嗰度具體交代嘅公私營房屋嘅數字基礎上面呢，有可觀嘅增加。多謝你。唔該晒特首。嗱，啱啱特首你咧就提到啦，其實房屋就重中之重啦。記得你競選時候曾經講過啦，希望上任之後每年咧可以俾到大約係供應到35000個單位。咁但係我哋睇翻今日嘅報告啦，就其實未來5年75000個單位，即係平均每年15000個單位。咁究竟係當初即係低估咗個難度啊，令到達唔到呢個目標啊，定係因為其他原因呢？我當初喺政綱我嘅講法呢，就話喺嚟緊嗰5年嘅建屋目標裏邊呢，盡早通過加快程序加快建屋嘅速度呢，就盡早將後邊嗰幾年嘅供應量呢推向前面，盡早呢可以交到俾等上樓嘅居民。我哋呢個目標呢，我哋會繼續做嘅，我哋冇放棄到。所以呢，喺施政報告嘅第63段呢，我有講，我話已經指示運輸及房屋局喺保證質素嘅前提下，檢討加快興建公屋進度，同埋如何簡化不同規管嘅技術評估要求。咁所以今日同大家講話嚟緊嗰5年呢，我哋會有75000個單位，個總數呢，我哋都可以有增加。譬如我剛才所講呢，如果短期裏邊我哋嘅土地有增加，我相信我哋可以爭取到增加嘅話呢，75000個會有增加嘅，但會喺後期。至於前期呢，都係用嗰個加快興建公屋進度嗰個方法，盡量呢係將後邊嘅樓呢向前面推。特首話聽好多數字啦，可能市民咧都唔係太過即係去了解啦。但係一樣嘢就係話你提到嘅公屋嘅數量既然增加咗，咁點解冇喺個施政報告提到嗰個輪候公屋嗰個時間可以由3年縮短呢？有冇可能縮短呢個時間呢？我哋會盡量爭取，因為現在輪候公屋嘅個案數呢係已經增加到歷史嘅新高，係21萬個。現在我哋盡力去做嘅係乜嘢呢？我哋去增加土地嘅供應，尤其係短期嘅土地供應。喺施政報告嗰度交代咗好多辦法，包括係 GIC 同埋其他嘅政府用地改劃做住屋，包括公屋嘅用途。亦都呢係適當咁提高嗰個地積比例。所有呢啲目標下，我哋會不失時機咁去達成。有咗地之後呢，萬事好辦，我哋就會盡快呢係將地呢私人房屋嘅就通過市場賣出去。公屋嘅呢，俾房委房協等佢哋呢起公屋起居屋。嗱，寬頻電視吳志庚呢亦都有關於房屋問題想問。特首啊，就係咧關於即係房屋問題咧，市民最關心嘅就係即係我想買到樓，咁啊點解而家買唔到呢？因為樓價太貴，樓價太高。咁啊，其實你7月上任以嚟咧，的而且確你係真係做咗一啲嘅功夫嘅，即係譬如 BSD 啊、SSD 咁樣。咁但係咧一路做呢啲辣椒，但係咧個樓價一路升，咁啊至少咧到而家升咗1成啦。咁啊，其實即係。而家你嘅施政報告提出咗一啲嘅增加土地供應嘅嘢啦，咁你自己點樣睇而家嘅樓價啦？係咪對嗰個樓價嘅升幅冇晒符呢？即係政府點解喺施政報告冇任何嘅辣椒去調控個樓價呢？影響樓價嘅呢有多方面嘅因素。一個呢就係過去幾年呢嗰個供應呢都係短缺嘅。另一個因素呢，大家亦都知道嘅，就係我哋現在處於一個基本上係全球性嘅歷史上極端低利息嘅咁樣嘅環境。唔知道呢個環境咧可以存在幾耐，但係撇開呢啲因素唔講，我認為要解決香港市民買唔到樓嘅問題呢，最重要嘅辦法
最可行嘅辦法就係呢增加供應。咁所以呢喺施政報告嗰度呢，短期、中期同埋長期增加房屋、增加土地供應呢，我哋確實係有唔少着墨。呢啲呢亦都係具體可行嘅措施，我哋會推動嘅。我哋有咗土地之後，我希望呢可以喺短期裏邊呢，再向社會大眾呢係報告我哋呢啲新增嘅土地嘅來源係乜嘢，具體可以起到幾多樓。有咗呢啲新增嘅土地之後呢，我哋就可以想辦法點樣可以讓一啲喺市場裏邊買唔到樓而又想買樓嘅有一定買樓能力嘅人士呢，可以通過政府賣類似居屋、類似綠油雅苑呢類嘅房屋資助佢哋置業。我喺個施政報告嗰度講我嘅理念講得好清楚，我話你房屋策略嘅目標就係一協助基層上樓，二協助中產置業。咁但係即係的而且確增加供應咧，增加土地供應咧係即係解決住屋問題其中一個辦法。咁但係咧要有土地，要起到樓，其實咧最快施政報告嘅即係措施咧，其實都係3-4年之後咧先至有嘅。咁但係住屋問題就係市民係譬如如果明年要結婚，而家未買到樓點算呢？個樓價咁貴，呢一樣嘢幾時可以將個樓價拉翻去市民買得到嘅水平呢？我哋起一座樓呢，確實係需要3年或以上嘅時間。供應嗰方面呢，我哋會增加；需求嗰度呢，我哋亦都做咗功夫。現在由於買家印花稅同埋特別印花稅呢，基本上炒樓同埋外地嘅買家呢已經離場啦，使得香港居民呢喺短缺嘅情況底下呢，可以有更好嘅買樓機會，亦都呢壓止咗樓價嘅升勢。唔該晒特首。嗱，其實房屋問題咧，真係每個市民都好關心嘅。陣間我哋翻嚟咧，會繼續咧由其他傳媒代表係發問嘅。一陣翻嚟再見。